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在今天是12月的第一周，然后也是待降节的第一周。然后我们虽然在世上有很多人都在庆祝圣诞节，但让我们能够不会忘记圣诞节对我们的意义是上帝派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在这个时候，邀请每一个人站立在神的面前，让我们用敬虔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来敬拜、来赞美。好吧，让我们一起来拍手。投影片上面的我们可以宣告神的属性，一起开口来赞美。让我们一起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赞美你，我们赞美你，是安慰的神，我们赞美你，是神的主，是荣耀的主，是你是的主，谢谢你，主，谢谢你，谢谢你来到我们的里面，谢谢你来到我们的里面。哈利路亚，我们这个时候就要来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耶稣，我们赞美你，创造我们的神，我们赞美你，用我们的肉和神所来赞美你，配的。是配的。
权柄和能力。愿尊贵荣耀权柄和能力都归全能神。愿各族各方万国和万邦，各族各方万国和万邦敬拜神羔羊。愿尊贵荣耀权柄和能力，愿尊贵荣耀权柄和能力都归全能神。愿各族各方万国和万邦敬拜神羔羊。圣洁，邀请我们举手来宣告。是圣洁神，充满圣洁我们同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你。你是圣洁，圣洁，以圣洁装饰敬拜。主你配的，你是配的，尊崇和赞美。你是配的，万物敬拜你。圣哉，全地唱。神在，神在，全地唱，喜在，今在，以后永在。神在，神在，全能神，永远在宝座上，永远在宝座上。永远在宝座上，神永远在宝座上。永远在宝座上。哈利路亚，神啊，是的，主啊，唯有你配得这一切的荣耀与赞美。神啊，你是荣耀的君王，荣美的救主，主，我们要深深的来爱慕你。耶稣，哦耶稣，你是我唯一。耶稣，哦耶稣，我单单爱慕你。耶稣，你声音何等的甜蜜。耶稣，哦耶稣，我单单渴慕你。我高唱敬拜你，献上馨香之祭，一生的属于你，与你同行。只愿更多爱你，只愿更多有你，何等甘甜与你亲近。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我爱你，如露切不息，水深深刻慕。耶稣，我深深爱慕你。诗篇73篇25到26节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
我也没有所爱慕的。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神啊，我们要深深的来爱慕你。我们一起对神来唱，我高唱敬拜你，我高唱敬拜你，献上馨香之祭，一生单属于你，与你同行。只愿更多爱你，只愿更多有你，何等甘甜与你亲近。主耶稣我爱你，神啊，主耶稣我爱你，如切不细水，深深刻慕。耶稣，我深深爱慕。耶稣，我深深爱慕。耶稣，我深深爱慕你。我高唱敬拜你，献上馨香之祭，一生单属于你，与你同行。只愿更多爱你，只愿更多有你，何等甘甜与你亲近。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我爱你，如切不细水，深深刻慕。耶稣，我深深爱慕你。我高唱敬拜你，我高唱敬拜你，献上馨香之祭，一生单属于你，与你同行。只愿更多爱你，只愿更多有你，何等甘甜与你亲近。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我爱你，如切不细水，深深刻慕。耶稣，我深深爱慕。耶稣，我深深爱慕。耶稣，我深深爱慕你。哈利路亚，神啊！主啊，我们真的是将我们的敬拜在你面前献上。主啊，真的是愿我们的敬拜能够成为那馨香的活祭。神啊，我们深深的爱慕你，主啊，我们渴慕你，就如鹿切慕溪水那般爱慕你。主，谢谢你。神啊，我们祷告不足，我们要用你所教导我们的主导文，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此刻我们要来一起攻读圣经。圣经记载在马太福音书第2章1到12节。请我们翻开手上的圣经，马太福音书第2章1到12节，现代翻译本在第2页。我们一起来读。希律作王的时候，耶稣诞生在犹太的伯利恒，
有几个新相家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他们问：那出生要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了他的星，特来求拜他。希律王听了这话，着急不安，整个耶路撒冷的人也同样不安。希律就召集了所有的祭司长和民间的经学教师，问他们：基督该诞生在什么地方？他们回答：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先知曾这样写着：犹太地区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一城一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有一位领袖要从你那里出来，他要收养我的子民以色列。于是希律暗地里召见从东方来的星象家，向他们查问那颗星出现的准确日子，然后吩咐他们前往伯利恒，说：你们去仔细寻找那小孩子，找着了就来向我报告，我也好去拜他。听了这话，他们就走了。这时候，他们在东方看见的那颗星又出现，并且在前头引导他们，一直来到小孩子出生地方的上面才停住。他们看见那颗星，真是欢欣快乐。他们进了屋子，看见小孩子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朝拜这孩子，然后打开宝盒，拿出黄金、乳香、没药等礼物献给他。在梦中，上帝指示他们不要回去见希律，于是他从另一条路回自己的家乡去。以上圣经，愿我们领受神的话语。今天信息是东方的访客，主理是蔡牧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待降节期的第一个礼拜，我们在圣殿当中一起敬拜永生的上帝，并且用感谢敬虔的心，感谢主赐下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有盼望的人。在领受上帝的话语之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齐聚在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求你赐下属天的智慧，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来得着帮助。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书上有关于耶稣出生时发生的故事。那我们对这段故事其实都还蛮熟的哈，我们再来看一次哈。那这段故事是记载说，在希律王就是大希律作王的时候，耶稣诞生在伯利恒。这时候有几个星象学家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这星象学家在和合本的圣经翻译做博士。那其实他是指有智慧的人，或是在古时候有些人他认为观察星象的变化可以预知未来。所以这群人他们观察到有星出现，是一个救主的星，是一个生命之主的星出现，所以他们就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那他们就问希律王说：那出生要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了他的星，特地来朝拜他。那希律王一听见这个不得了了，心里面非常的不安。为什么？希律想说，犹太人的王现在就是我啊，对不对？那出生来做犹太人的王，是不是要取代我的地位？那我们如果从历史上来看，这个大希律是一个非常容易猜忌的人，猜忌的君王，他甚至是一个残忍的君王，他杀掉至少他3个儿子2个太太，
还有杀掉很多他的亲戚。只要有人想要剥夺他的王位，他心里就不安。因为他的不安，所以整个耶路撒冷的人都感受到说，好像有大事情要发生了，好，心里就不安。那希律就召集了所有的祭司长跟民间的经学教师，因为这些人是对于旧约圣经非常有研究的，他们就问他们说：那旧约圣经当中记载基督应该诞生在什么地方？这些人马上就知道有标准答案，他们就说在伯利恒。伯利恒是在耶路撒冷南边大概8公里到10公里的一个城镇。他说，因为旧约先知这段经文是在弥迦书的第5章第2节。他说，先知书这样写着犹大地区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有一个领袖要从你那里出来，他要牧养以色列子民。所以答案就是在伯利恒。所以希律就告诉博士说：那你们先去仔细的寻找那个孩子，他在伯利恒，找到了就向我报告，我也好去拜他。其实他是说错了，应该说我也好去杀他了。因为希律是一个善计的国王，有人要取代他做犹太人的王，他就想要把他除掉。所以这个狡猾的希律就利用这个博士单纯的心，他想要杀害耶稣，所以他就叫博士们去找。那突然间博士们找了半天，突然间那些星又出现，就在前面引导他们，一直到伯利恒耶稣出生的地方才停住。他们看见这个星非常高兴，那在停住的地方就进了这个房子里面，找到了耶稣跟玛利亚。那他们就打开宝盒，拿出了3样礼物：黄金、乳香、没药，这些礼物献给他。所以我们要注意圣经是写几个博士，其实他没有说几个人呐。那一般因为他有3个礼物，所以我们都认为是3个人。那不管几个人，这些博士的确有一些值得我们学习的，从他们的生命当中去思考、去反省，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来等待耶稣基督的降临。首先，第一件事情，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在这些博士们他们身上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就是他们是渴慕，他们是敬虔的，所以他们就不断的追寻耶稣基督。我们从3个角度来看，首先，他们是非常敬虔渴慕，甘心放下一切，他们来到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这些博士根据一些圣经学者的研究，他们大概是在波斯地区的外邦人，但是他们却愿意跨越种族血统，甚至他们的宗教信仰也不一样。因为我们从他不知道耶稣要降生在哪一个城市，就知道他们对旧约圣经是陌生的。可是他们却跨越这些限制，来千里迢迢的来到耶路撒冷，来拜见耶稣。所以我们要理解，就是说，他们其实是放下他们手边一切他们应该做的正事，因为他们认为朝拜耶稣基督是他们生命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他们来见耶稣就是要把礼物给耶稣，接着就回去了。但是他们把他们视为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甘心放下一切来寻找救恩。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你是不是愿意为耶稣基督甘心放下一切世人所追求的事物，来敬拜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理解，所有跟随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渴慕耶稣基督的人，他都会有这样生命的特质。前几天我们在报纸上得到一个消息，就是在11月15号，这一位毕加士医生，他是从挪威来的宣教师，他安息主怀，那他享受93岁。他是在27岁的时候，他更早更年轻的时候，他读到有关于
来到世界各地宣教的一本书，所以他就立志要成为一个可以帮助别人分享福音的一个宣教师。后来虽然他家境很贫穷，可是他非常努力。后来他考取了医学院，从医学院毕业，他就立志要到国外去宣教。他27岁来到台湾，才刚刚新婚不久，带着他的太太，他太太24岁。因为他有医疗的这个技术跟背景，所以他们来到当时的乐生疗养院。当时乐生疗养院收容了大概1000多名的麻风病患。你要知道，1000多名的麻风病患被隔离在这个乐生疗养院当中，就好像一个小型的社会。他刚来到台湾要管理他们其实是不容易，因为语言上也不通，又是一个外国人。那这个小型的社会当中，因为这些人因为这个麻风病是会传染的，所以他们被隔离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心中都有一种被排斥的感受。那这个27岁的年轻人，他接下这个任务，来帮助他们，来治疗他们，可是一直打不进他们的里面，好像没有办法得到他们的认同。那有时候为了管理上面发生了一些纷争，所以他为这些事情在烦恼，在祷告的时候，有一天他正好在上班的时候，突然间听到外面有人大叫说：“救命啊！救命啊！”他马上跑出去看，发现一对父子，这对父子都得了麻风病。这个孩子抱着他的父亲，大声喊救命啊！因为他父亲有气切，而且因为生病的缘故所以有很浓的痰卡在他的气管里面，所以没有办法呼吸呀。那这时候这个毕加士医师他想说要赶快处理啊，因为他如果再跑到医疗室再把这工具拿过来的话，这个人可能当场就没命了啊。那他就发现这个人身上有带一支尿管，有一个尿袋，有带一个尿管，他马上把这个尿管拔起来，吹一吹，清一清，然后就用自己的嘴巴在这个气切的这个地方吸痰出来。这时候旁边围了一大堆的这个麻风病人，大家想说这个白人的医生怎么这么样不怕死？因为麻风病会传染，他居然用自己的嘴巴去吸这个痰，吸出来，然后吐在这个手帕上面，吸了几次，这个人总算恢复过来。从那一刻起这些麻风病人就知道说这个医生真的是非常非常关心他们，所以渐渐的接受这个医生而且当时在热身，他们礼拜天的时候都要礼拜，他就跟这群病人坐在一起礼拜，所以大家就知道，久而久之大家知道他真的是要来关心。那后来他离开了热身，来到了南部的屏东基督教医院，在那边有很多美好的见证，我说一样给大家听就好。有一天他在屏东基督教医院工作的时候，有一对夫妇来拜托他。这个太太生病很严重得了肺结核，又并发这个肾衰竭那他先生说拜托他们医院可不可以收容他？他说找遍了屏东地区的各家医院，大家都不愿意收容他因为他太太已经生病非常严重，他就让他住在医院里面。没想到到那一天下午的时候，这个太太就过世了。然后这个先生当然很伤心，但是他求这个毕加士医师拜托他一件事情。他说你会帮我做一件事情。他说因为他们是在屏东枋寮的一个乡下地区他们乡下里面有一个习俗，就是人如果在外地过世了当遗体送回来的时候，不能送到家里面去，只能在村外搭一个小小的布棚在那边，不能直接进到村里面去。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忌讳他说可不可以拜托毕加士医师协助他晚上把他太太的遗体送回去我们偷偷天亮之前我们把他送进去，然后我再告诉其他的人说我太太是回到家里面才断气的那毕加士医师当然他的个性就是人家只要拜托他，他都一定尽可能帮助他，所以他们就叫了一台车子来因为当时也没有什么救护车，就叫了一台车子来，希望载这个遗体回去。
就这个司机看他们用那个布把他包起来，明明知道这个人是一个死人，他就跟他说：“我不在，我不在。如果能让人家知道我这个车子载过死人，我以后不必做生意了。”所以他们就拒绝他。那怎么办呢？这个先生就看到外面有一台摩托车，他就跟毕加斯医师说：“那个摩托车是不是你的？”他说是。他说：“可不可以拜托你用摩托车把我们2个载回去？”那毕加斯医师就只好拿那个病床的床单把这个太太已经过世的太太绑在他身上，然后这个先生就坐在后面，3个人绑在一起然后当时是戒严时代，还要去申请那个夜晚通行的那个许可证常常有那个军人半夜就会有岗哨会拦截那他们就得到这个许可证，他就从屏东把他载到枋寮去。那因为他的机车也不是很好的机车，所以他又怕如果万一骑到一半坏掉了怎么办所以他就骑得很慢很慢很慢，从晚上12点一直骑到早上4点，骑了4个小时，才从屏东基督教医院把他载回去家里。然后要进去之前他们根据习俗，他先去把那个家里的神明先用布盖起来，然后再把遗体运进去然后他非常感谢他，然后第2天他就跟街坊邻居说他太太昨天病重回到家里面才过世那后来这件事情还在报纸上被爆出来，他们那个村庄还派代表来谢谢这个毕加斯医师这么样的一个体恤他的病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宣教士的精神，甘心放下一切。牧师曾经跟大家讲过，来到台湾的宣教士，他如果留在他们国内，都一定会有很好的成就发展，但是他们甘心放下一切，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来服侍台湾人，这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你是不是有这种渴慕，对耶稣基督有这种渴慕的心，不愿意为他放下一切？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学习的。第二点，我们发现他们其实是锲而不舍，不放弃，就是要寻找到生命之主。我们看到他们来到耶路撒冷找不到，他们就尽可能去找，希望能够真正找到生命之主。我们要知道，他是从东方的波斯，有可能是从波斯来的。波斯到伯利恒一共是1600公里，在那个时代你要旅行1600公里，特别是要经过那段路程是要花很多的精神，要准备很久，甚至可能要准备一个探险队，因为他们整个路程规划要很好，在哪边休息，没有休息的地方我们要准备粮食，所以千里迢迢的经过了1600公里，从波斯来到伯利恒，就是为了见耶稣一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种锲而不舍、不放弃的精神是我们真正要学习的那在整个故事当中，跟他形成对比的是谁？这些祭司长跟经学教师。祭司长跟经学教师，他们长期研读旧约，他们就知道耶稣基督，就知道基督要降生在伯利恒，对不对？耶路撒冷到伯利恒才8公里到10公里，相对1600公里，这是多么短的一个路程啊！可是他们就是没有那种渴慕的心，要去见耶稣一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做东方的博士，还是要做祭司长跟文士？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人熟读圣经了，但是你对基督有没有真正的渴慕？这几天天气开始变寒冷，也许某个礼拜天早上，你起来天气很寒冷，心想我再睡一会好了，睡到中午就没有来礼拜，我看直播好了。我们是不是有那种敬虔的心、渴慕的心，要来礼拜堂朝见耶稣呢？我在读早期一些台湾教会历史的文献，我发现
早期的教会的信徒真的是非常渴慕。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台南县有一个地方叫做，过去台南县现在台南市的叫做冈林哈，这个地方，冈林大概是在新化左镇再进去的深山里面啊。那时候他们得到了福音之后，那个地方还没有设立礼拜堂，那他们曾经记载，他们千里迢迢的从冈林走到其后，其后是今天的高雄的旗津，好，那边有比较早设立教会，所以他们从冈林用走的哈，我这个是用 Google 地图哈，我特别用走的哈。如果今天走要11个小时过51分钟，就是要走12个小时哈。但是在当时的路况跟今天的路况是不一样，所以他们礼拜六早上天亮前就要开始出发，要带几样东西。第一个要带粮食，因为他们来回要3天的时间。第二个要带火把，因为他们会在晚上的时候继续赶路。第三个要带武器。为什么要带武器？因为他们这个沿路这个是山啊，沿着山走，沿着山走可能会遇到一些这个野兽或是这个流氓匪徒会抢劫啊，所以要带着武器。第四个他们会带一只鸽子啊，鸽子是做什么？当他们到了其后的时候，就把鸽子放回来，告诉他们亲友说：“我平安到达了。”啊，所以要带这4样东西。礼拜六早上天未亮的时候就开始拿着火把出发，一直到礼拜天早上到达其后教会，跟他们一起礼拜。当时礼拜完了之后，下午还有一场礼拜，再礼拜一次之后才开始走，再走1天才走回来。他们千里迢迢的走这么久，为什么？为了去敬拜上帝。今天我们来到松林教会很方便，有人坐捷运，有人坐公车，有人有人住在附近的用走的来。但是我们是不是会缺乏那个渴慕敬虔的心？这是我们值得去思考反省的。那第3点，牧师还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在博士的生命当中，我们发现一点，就是说，上帝给他们意象，他们看到心指引着他们去找耶稣。但是还是需要上帝的话的指引，也就是说，他们找不到耶稣的时候，上帝的话清楚的记载，基督将降生在伯利恒，他们就是靠着上帝的话，再加上意象的指引，来找到救主耶稣。这告诉我们，生命当中，你无论有领受任何的意象，你无论有任何的感动，还是要回归到圣经当中去求印证，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第2大点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在东方博士当中看到一个生命特质，就是他们只听从上帝，不听从暴君的态度，是值得我们深思去学习的。因为希律要杀耶稣，所以要借着他们成为他的工具，来知道耶稣在哪里。可是他们得到上帝的启示，就从别条路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想想看，如果他们回到希律那边去，告诉他们耶稣住在哪边，希律可能会给他们很丰富的赏赐，但是因为这样子，他们就成了残暴暴君的工具。他们不愿意这样，他们只顺服上帝，只顺服上帝的话语。那他们违背了希律的命令，可能会遭到希律的报复跟追杀，但是他们甘愿为这样子付出代价。在今天的社会当中，我们是生活在自由民主的台湾，也许不必在信仰上面受到政治力的压迫，但是我们有2点我们必须要注意的。第一点，我们还是要关心有一些国家，有一些上帝所创造的子民，他们因着信仰还是持续的被压迫。我们要知道，有很多国度信耶稣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们要常常关心这些事情，
为这些人祷告。第二件事情，我们今天虽然是自由开放的一个社会，但是还是有其他的力量在宰制着我们，我们不得不小心。你要深刻的去反省，到底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是有影响我们离开上帝、离开上帝旨意的力量？可能包含你的事业，包含你的家庭，包含你的工作，这些有可能取代耶稣基督成为你心目当中的君王，统治着你的生命。如果你不认清这件事情，不真正敬畏上帝，我们有时候就因此而拒绝了耶稣，这是我们要反省的。最后一点，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当他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马上拿出3个他们准备好的礼物。这3个礼物代表3种不同的意义。首先，他们献上黄金，黄金是古代朝见君王必要的礼物，代表受礼者的一个尊贵的地位。所以马太在此表明耶稣君王的地位。我们要明白，耶稣不是用武力征服，不是用政治力来统治，而是用爱来治理他的国度。他的王座不是宝座，他的王座是在十字架上，他是坐在十字架上这个宝座来统治我们的内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这个礼物？要尊耶稣基督为大，把他奉为你生命之王。第二个，他们献上乳香。乳香是献给祭司的一个礼物，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说，那么我们应该持守我们所宣认的信仰，因为我们有一位伟大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他已经进到上帝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准备好这个礼物？要让耶稣成为你跟上帝之间的中保，接受他成为救主，让你跟上帝之间没有任何的隔阂，并且要把这个上帝和人之间的这个桥梁介绍给别人。最近我们教会有举办很多的这些活动，特别在待降节期一直到圣诞节，我们有很多的活动，就是跟未信者、未信的朋友们分享福音的一个好机会。你要把这个人跟上帝之间的桥梁介绍给你的朋友。我们在周间，我们在109号中午的时间，我们有一个共享餐桌的一个活动，那邀请一些未信的朋友，他们来里面喝一杯咖啡，跟他分享圣诞节的意义。我们也有举办福音茶会，或是其他的，像青少年牧区也有举办青少年的这个圣诞节的活动，我们都可以邀请我们的朋友们来参加，把这个人跟上帝之间的桥梁介绍给他们。第三个，他献上没药。没药是由树枝制成的一种树的那个枝叶制成的一种香料，是犹太人他们用来保存死人尸体的，它是献给垂死者的礼物。献上没药，事实上是表明耶稣基督是为我们受苦，表明耶稣基督是为了死才来到这世上。所以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特别在待降节期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是欢喜快乐庆祝，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是为了我们的罪，为了我们的罪而受苦的一位救主。我们要带着悔罪的心，待降节期也是一个悔罪更新的节期。愿上帝亲自保守眷顾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让这样的节期过得非常有意义。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求你赐下东方博士们渴慕的心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让我们用渴慕的心献上我们的礼物，就是我们深刻的知道主你是君王，是祭司，是受苦的救主。求主把这样的意念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用敬虔的心单单渴慕你，
单单服侍你。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这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眼睛闭上，我们用渴慕的心来迎接救主降临在我们生命当中。如果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有特别需要别人为你祷告的，你也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深信，透过我们的代祷，我们会领受神加倍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你需要人家为你祷告的，你把你的手举起来。好，我们前面这边有。需要人家为你祷告的，你把你的手举起来。其他的人，我们用敬虔的心，我们对主耶稣基督说：主啊，求你降临在我们心中。我们愿意谦卑像马槽一样，求主降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求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作王。我们愿意将你降生的这个美好的信息跟我们的朋友分享。其他人，我们来做这样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让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临在这世上，显明你的公义跟慈爱。主，我们为此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恳求主在这个待降节期当中，帮助我们预备敬虔的心、渴慕的心，欢迎耶稣基督就降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特别恳求主与在你面前举起手这些弟兄姐妹同在，赐下加倍的恩典信心在他们生命当中，让他们尊主作王，并且领受上帝所赏赐丰盛的恩典，来超越他们生命当中所遭遇的困境。我们同时将所有的弟兄姐妹全然交托仰望，求主赐福保守，就引领我们走向您所为我们预备救恩之路。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此刻我们要来
奉献来回应神的爱。如果有新朋友还没有填写留名卡的来宾，在座位前方有留名卡可以填写，填写完可以直接交给我们的执事，让牧师有机会来介绍你。我们预备心来奉献。请我们起立，我们来祷告。全能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此刻，我们用我们的金钱奉献在神你的面前，求神你悦纳我们的奉献，成为我们教会事工的使用，让我们的教会所做的事工都能荣神益人，成为神你的喜悦。孩子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请坐。我们要来报告，请翻开周报第6页。今天是本主日为代降节第1主日，点燃第1根紫色的蜡烛，代表希望。耶稣基督的降生带给我们无限的光明与盼望，让我们在这个代降的节期里，透过读经祷告，日日与主同行，深思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并用我们的生命来为主发光，传主的福音。本年这个月的圣诞节庆的活动刊登在周报的第19页，请大家来关心与代祷。然后我们教会的肢体关怀，本会会友葛运通弟兄11月15日安息主怀，
定于12月2号礼拜一早上10点，在二滨景仰楼至善一厅举行入殓告别礼拜，请我们兄姐关心，还有会友赖燕慧、永云姐妹的母亲蓝美凤女士，也于11月20日安息，定于12月1日上午10点，在台中立东海火化场怀泽厅举行告别式，请兄姐关心代祷。也会有还有一位杨明峰弟兄，11月27日安息主怀，在12月4号本周三上午的9点，在二滨景仰楼真爱二厅举行入殓礼拜，请我们兄姐一起来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家中有过世的亲人，也让平安进入他们的心里。我们也此刻要恭喜本会会友，也就是我们的执事卢功勋执事跟胡瑞芝老师、康丽，他们在11月26号喜获一位千金，愿上帝眷顾祝福。还有本会会友许玉辉、孙美玲、康丽于11月28日也喜获灵儿，愿上帝保守祝福他们的全家。教会的圣诞福音茶会，请关心来代祷。还有我们教会在2019年奉献的目标尚未达成，目前只达到63%，请大家来关心来奉献。还有青少年事工，请大家来注意。国高中的圣诞舞会在12月14号礼拜六下午的2点到5点。如果欢迎下午1点能够先进场，也能够享用一些点心，大家一起有一个联谊。欢迎现在就读国中、高中职5专3以下的学生来参加。另外，社青大专大学圣诞晚会在12月21号的礼拜六晚上5点半到9点，欢迎大家能够提早5点入场，也有一些简单的食物可以分享。在12楼，地点在12楼礼拜堂，欢迎社青大学大专生上网来报名。然后我们教会有一个牛埔庄讲义所，在12月8号有一个联合聚会，请大家来关心。以上报告。我们请牧师来欢迎新朋友跟来宾。大家平安。牧师来介绍第一次来跟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这边有张庆炎先生他们全家，好，欢迎欢迎。好，欢迎哈。那另外有刘荣基、吴美珍夫妇在我们当中，好，欢迎。另外最后有一位黄维妮小姐，是不是？黄小姐。好，那其他还有没有第一次来跟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好，那牧师来补充报告几点哈，就是说刚才说过了，我们在圣诞节期有很多的活动，请大家可以看我们的周报一起来参与哈。那另外外面也有放我们的那个宣传单哈，那宣传单最主要是给未信者的朋友，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到外面拿哈，送给那个用这个宣传单去分享这个消息哈。那另外在下个礼拜天下午12点50分哈，有一个牛埔庄有举办一个这个
演讲，好，是在第9页的地方有说明，然后欢迎大家报名哦，因为要准备午餐啊，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好，来报名。那这时候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个最后的祝福的歌曲。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互相请安问候，愿上帝亲自赐福。